當全球注視住霍爾木斯海峽，喺亞洲呢邊越嚟越多人關心嘅係台灣海峽同埋南中國海，佢哋係咪面對緊同一個問題呢？如果以後老共打我們台灣就封鎖台灣海峽，像伊朗一樣封鎖荷姆斯海峽，你國際郵輪都不要過，可不要幫助台灣，就是不對稱戰爭，對台灣形成了實際短時間封鎖，帶來的震撼尤其大，使台獨輿論從佩洛西竄台成型的彈冠相慶中徹底清醒了過來。台灣一位退役將軍對媒體說，這一次是解放軍對台灣封鎖的小事，3天時間內台灣的一些航班要取消，港口不能進出輪船。他問道，如果延長到半個月呢？延長到1個月呢？那樣台灣的天然氣要斷，石油也要斷。這次環台灣島軍演就是對台獨勢力實施關起門來打狗，這不僅是對解放台灣的一次預演，同時呢，它是對台灣實施短時間封鎖的一次先例創造。又歡迎嚟到 JW 檔案，我係胡力漢。伊朗戰爭大家睇到一個現實啦，原來美國軍力有幾強大，有幾先進都好啦。伊朗廉價嘅無人機、水雷同埋快艇一樣可以輕易咁癱瘓成個霍爾木茲海峽噶。咁所以呢場不對稱嘅戰爭令全球都見識到，弱國只要識得挾持住全球嘅利益啦，咁就可以令到強國投鼠忌器噶啦。嗱，如果呢套劇本搬到嚟亞洲咧，咁如果北京係利用同樣嘅不對稱手段封鎖台灣海峽，又或者只係恐嚇要封鎖啫，咁全球嘅秩序會變成點呢？台灣海峽係咪真係同霍爾木茲海峽同等重要呢？甚至乎係更加重要呢？嗱，我哋先睇下基本數據先。如果話霍爾木茲海峽係全球嘅能源開關，咁台灣海峽就係全球貿易、生產線兼供應鏈嘅總掣啦。台灣海峽兩邊有好多國際大型貨運港口，仲有韓國、日本嘅貨運船都要經過呢度。每日有價值2萬幾億美元嘅貨物通過，佔全球海運2成。而台灣科技生產又更加重要，係生產全球9成最先進半導體。如果冇咗台海或者台灣水域同埋空域因為安全問題而被封鎖，全球所有智能裝置、汽車甚至軍事設備都會好快停產。咁所以特朗普一上台就強迫台積電投資1000億美元到美國，盡快將部分產能同設備搬到美國本土。咁但係計劃要去到2030年先完成到嘅，而且都只係搬到2成嘅產能。全球嘅晶片供應可見將來仍然係要靠台灣。封鎖台海，中國自己都好傷㗎。中國每年有14000幾億美元嘅進口貨物要經過台海。長三角嘅港口都係依賴呢條航道嘅。咁雖然中國出口目前只係佔 GDP 嘅2成，咁但係生產材料同食物都係要靠入口。封鎖時間越長，對中國越不利。但係對台灣影響亦都係唔細嘅。台灣島內天然氣儲備只係夠10日，石油儲備只係夠20日。被完全封鎖嘅話，全台灣嘅交通運輸面臨即時停擺。咁至於對日本同韓國，同樣係造成能源同埋原料短缺，工廠停工，而且會連鎖帶動對美國、歐洲、東南亞等全球影響，供應鏈立即斷裂，通脹同失業潮一觸即發。嗱，我哋再將視線移去南中國海，呢度可能係比台灣海峽更加重要㗎，被國際航運界稱為第2個波斯灣。首先呢度已經有好多小島俾解放軍軍事化咗，有啲島甚至係已經變成不沉嘅航母。中國要控制南海，比伊朗要控制霍爾木茲海峽更加容易，而且仲好容易擦槍走火。南海佔全球海運量達到1/3，亞洲、歐洲、中東、非洲同埋印度洋之間嘅貿易都係經過呢條航道。日本、韓國9成嘅進口石油，中國8成嘅能源進口必須經過南海航道。咁如果亞洲係全球最重要嘅生產基地，只要航運停頓，石油供應斷咗，全球經濟同製造業都會馬上熄火。
好多人話波斯灣只有霍爾木茲海峽一個出入口，咁但船隻唔走台灣海峽同南海，仍然可以走其他路線，係唔係可行呢？方案一係北美能源，日本同韓國正係商討轉賣阿拉斯加同埋加拿大嘅石油，咁但係問題係產量有限。特朗普舊年繞過環保法例限制，容許阿拉斯加轉開新嘅油田，咁但係開新油井要4到5年時間。咁至於加拿大嘅油田呢，大部分都喺內陸省份，運輸成本相當高，運輸量亦都相當有限。最重要嘅係加拿大嘅油要經過特別提煉，唔係話用就用到嘅。方案二係北極航道，由上海去荷蘭鹿特丹港口經蘇伊士運河，大約要21,000公里。咁但如果行北極航道咧，距離會縮短至13,000公里，航程足足短咗40%。咁行北極咧，仲可以慳翻15日時間。以一隻大型集裝箱船計，每日燃油費同人工可以慳翻成幾萬蚊美元。仲有蘇伊士運河而家高達50到60萬美元嘅通行費，理論上行北極一轉可以慳翻超過100萬美元。但事實上，北極航道目前有3個致命傷。首先呢，北極大部分時間都係依然冰封狀態，全年真正通航時間只有3到5個月。仲有北極沿線缺乏大型補給港、維修站同埋搜救設施，萬一喺北極海域發生故障同埋觸礁，基本上係叫天不應，叫地不聞。保險公司對呢條航道嘅保費分分鐘係貴過你慳翻落嚟嘅油錢嘅。方案3係繞道印尼同埋西太平洋。咁如果台灣海峽同南海行唔通，雙船最好嘅選擇就係由西太平洋向南行，穿過印尼嘅龍目海峽，再轉入印度洋。呢條路線比原本經馬六甲海峽嘅航線路程會增加3000海里。對一條由東南亞去到歐洲嘅貨船嚟講，呢段額外嘅路程代表要行多7到10日，原本30日嘅航程，而家要40日先到到。咁多咗呢10日，唔單止係時間，單係燃料費、人工同每日幾萬蚊美金嘅租金成本，每轉貨嘅運費會直接飆升2成以上。伊朗戰爭開打之前，大家都會覺得戰爭只係局部地區嘅事，點都唔會影響到8、9千公里外個國家嘅。但事實證明，地區戰爭已經係全球化。以現在中國嘅軍事實力，唔需要真係出手襲擊商船或者郵輪，只要發出口頭警告啫，成個地區嘅航運交通都會大亂嘅。封鎖台灣海峽，最後係唔會有人贏㗎。美國、日本、西方國家喺軍事同埋經濟嘅反制代價會相當之高，中國同台灣更加會承受巨大嘅經濟創傷。我哋點樣去守護台灣？係咪可以單純靠強大嘅軍事震懾力呢？呢場伊朗戰爭正好俾大家沙盤推演一次，重新思考呢個問題。好，呢集講到呢度，下次再見。